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消息。台北市长柯文哲讲会安排和郭台铭也有王金平见面，咱今麦先来听王金平上新的回应。需要有必要。好了哈，谢谢了哈，谢谢，好，谢谢 ，OK， 好。好，另外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叫运奖驶较紧的，结果运奖唔参与，这个人客刷牙刀啊出来抬人，上尾搁再夹车做伊走。来看到上新的画面，这是救护人员赶紧来处理运奖的空嘴，甲伊包包咧，要甲伊送去病院。透早伫咧新竹，一个查甫人啉烧酒醉，敲电话叫白牌车，上车阵啊起酒空，压一支念料啊，逼运奖都要驶较紧的。运奖唔参与，刷来伊用刀柄甲运奖喊头，刷来搁再甲运奖的正边手抬着伤。运奖赶紧跳车叫朋友来救伊。人客一个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就甲车驶去山内，等手较退啊，才甲车驶去派出所自首。事后，这个查甫人互警察依照强盗罪，也有公共危险罪依法送办。另外，这个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看到南投埔里昨下晡落一阵的大雨，引起到台21线大坪顶路段做大水，路寡嘛一直问出来，民众赛车经过拢心惊胆惊，硬骹经硬要赛过，还有人因为安尼飙车。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洪泽银来带咱了解，泽银。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民众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到，前方有滚滚的泥水是从右侧不断的流出来，那整个道路都被泥水淹没，呈现一个土黄色的情形哦，几乎是已经看不到路面了。那再往前继续开哦，那整辆车是泡在水里面，就好像在开船一样。还可以看到对向有一辆机车经过，一路是激起水花，目测看来水大概是淹了半个轮子高，相当夸张。这是南投的埔里镇11号下起间歇性大雨哦，造成台21线大坪顶路段大淹水。那有民众开车经过，就把整个路段淹水的情况都给拍下来，也 po 上脸书，表示说就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要是其他民众没有把握能够通过的话，最好是赶快绕道而行。因为他另外也是有说，因为有看到对向的有2辆车似乎是有都发生故障的状况哦。那网友看到就纷纷回应，更有网友说这个路段其实发生这个淹水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希望地方官员能够赶快出面处理。以上是找到的资讯。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小连线搁着降落大雨嘛，引起到苗栗县南庄乡124管道26.6公里的所在，真侪土石拢下落来，卡到路，引起到人拢塞车袂得经过。详细情形继续连线给记者贾美玲来带咱了解。美玲。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我们的镜头，您可以看到整个土石崩落是相当的严重，将路面是全部掩埋。从空拍镜头看得更清楚，土石夹杂的树木一起坍塌下来，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利奇马台风横扫过北台湾，那么苗栗山区连日豪大雨，南庄乡的重要连外道路124县道临近狮山牌楼26.6公里的地方呢，11号凌晨是大量土石崩落，坍方的面积大约有1/3座篮球场的大小这么大，而且是高达5公尺哦。警消是连夜封闭双向车道，幸好呢当时没有人车经过，才没有酿成伤亡。那么由于目前呢都还在持续的下大雨，那土石也持续的崩落，经过相关单位评估之后呢，是最快也要星期2才能够抢通。因此呢，也要提醒观众朋友避免经过这个路段，以免发生危险。而事实上呢，南庄乡公所呢在第一时间也紧急的封路，同时呢疏散山上的游客。好的，以上就是有关这起坍塌意外的最新情况。那有关大雨灾情也随时锁定台视频道。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镜头先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美玲，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嘉义故宫南面半暝啊，强无张伫熄火。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发觉讲是位3楼冷气机房呛雾烟出来，规个电筒拢已经烧到乌噜噜。消防队赶紧甲火拍花，初步判断讲可能是因为电筒规个倒起来，该在遮的古董文物展览场拢无互火烧到，嘛无人受伤。即嘛等咧进一步了解熄火的原因。
监管嘛是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原因。这是台南林德区一个50岁姓杨的查甫人，因砍互人用枪靠着，不幸无命。警察调查发觉讲是因为半缴的纠纷，双方的人马招出来讲互相开枪，已经抓到6个人。根据了解，死者本来是陪朋友要去赞声，讲半缴欠人钱的代志。落尾双方牙枪相断，一个人互枪靠着，就那咧无命。警察先抓到6个嫌疑犯，刷来抄到2支解过枪，还有8粒枪支。另外3个嫌疑犯即马当咧走路，即马警察嘛当咧进一步抓人。社会主要来关心拜六暗，一只中立客运要换站的时，无细力弄歹这个便当店的 LED 电火，运将因为无发现，就那咧做伊走。便当店的员工冲出来砸车，叫伊就爱赔。结果人客就那伫咧车内等，警察即马嘛当咧调查运将的责任。一台公车停伫路边，车门开开，司机煞无看的人。10号暗时中立客运的公车要挖公车站的时阵，无细力甲边仔便当店的 LED 的看板弄下去。上面这个 LED 灯是便当店的，是，只知道是被公车撞而已。哦，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已经收摊了。LED 的看板规个海去，司机无发现，下着看板就离开公车站。迄当阵嘣一声，便当店的店员随走出来，甲车砸落来，佮甲司机带走。互车顶的乘客看甲硬气，伫车顶等，拢无人插应。尾司机才佮登去到现场。我那 SOP 的话，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第一个我们车一定要靠了路边，靠了路边，然后呢，就是说，通知我们后边的车把这些客人把它接过，然后司机留在原地处理嘛，对不对？对，应该是要这样。为现场来看，有可能是因为公车停甲伤歪内底啊，才会无细力弄到 LED 的看板。司机弄到了后嘛无落车来检查，敢有算是刚弄到，佮要走嘛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这个画面，这袂出是英人唔做牵猪哥咧佚佗。新北市3支就出现这个查甫人，专门找这个少年读国中的查甫囡仔骗số。这个乌里桑伫咧大卖场附近看到一个读国中的查甫学生，就那挖过甲人卡身，讲一寡有康无顺的话，煞来佫想要甲人卡来手来，向甲人揽条条，头尾差不多40秒。这个查甫学生惊甲身躯无条体，赶紧走倒转去。查甫队咧后壁，保全一个看到，随大挖过，甲对方赶走，落尾嘛赶紧报警察，这个查甫人才要离开。卖场附近一个查甫人对着眼前的少年囡仔起骹动手，唔知咧讲啥物。这个少年囡仔看起来真紧张，感觉无啥对，赶紧离开走转去厝。想袂到这个查甫人也是袂死心，继续落去哩。他就转过来说要跟我做朋友，把我叫到外面说要跟我聊天，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之后他就叫我让他问我。讲到这件代志，这个少年囡仔也是感觉真惊。11号早起10点外，住伫咧新北市3支的这个少年囡仔，就伫咧徛街附近的卖场，拄到这个查甫人，一直对着伊来讲着奇怪的话，佮伸手要甲伊摸，甚至硬要甲抱。用一些借口说什么看看他可以抱多久，然后叫我帮他算，然后算40秒，就是陷入推轮。好佳在这个少年囡仔反应有够紧，马上走回去厝，附近热心的保全看到，赶紧来赶人。我就出来啊，然后家伙站在白色汽车那里，我就走出去骂他，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跑掉了。因为附近都是学校，社区惊有其他的人受害，公布这个查甫人的相片，提醒大家要来注意。这个查甫人差不多40岁，170公分高，但脖仔大箍，头毛无介济，毋捌出现伫咧3支，怀疑毋是当地人。警方已经针对几个人来特别注意。即马当时咧歇落来期间，家长嘛爱来提高警觉，尽量毋通互囡仔家己一咧外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件医疗纠纷要来关心婚林，这个伫咧综艺社做事的吕小姐，伊边骨头断去，去婚林大婚姻开刀。伊讲手术了后，肩胛头搁较痛，一日去北京病院，互医生看，发觉讲更体也拍歪去，还佫有骨头关节嘛凸轮，内底还佫有一堆铁丝。5天后佫开刀一解，伊讲安尼袂输甲人领治共款。即马病院已经申请调解，要来调查代志的责任。我又问他说：“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办？”他说：“我现在真的也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一直迂回这样子归大墙。”
这名陆小姐正边饭匙骨包起来，手嘛吊着固定带。顶个月27号，伊骑乌托摆来发生车祸，造成正边饭匙骨骨折去。28号到台大病院分林的分院来开刀，医生为伊来拍钢钉。手术了后，伊也是感觉真痛，但是病院31号就爱伊来出院，实在是袂堪咧痛。这名陆小姐只好到其他的病院来看医生。就发现说，我里面除了说脱臼了以外，它里面还有很多的钢钉的铁屑，然后他花了1个小时去清创。X 光一照，发现陆小姐正边饭匙骨手术了后，钢钉直要烫破皮肤，只会当搁重新开一遍刀。5天内，陆小姐开了2摆刀，伊认为若不是台大病院有疏失，根本就免受这种苦。那我们社工那边也有在受理，有在处理这样子，也有到卫生局去申请调处啦。陆小姐是一名礼仪师，做工课真认真，就惊这边的手术会影响到工课，所以才来投诉。不过其他骨科的医师有表示，骨折手术就算顺利，嘛是有可能因为患者的动作伤大，也是其他外力来造成钢钉刷位，也是松动。到底是手术的问题，也是手术了后照顾引起的伤害？病院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了解事实甲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东发生爬山人互毒蛇加死的案件。拜六早起是7点钟，2个人烧酒去爬山，结果下晡6点，其中1个人随后山毒被夹着，赶紧叫人来救。也毋过因为在地地势真惊，看袂清楚，一直到隔天刚早起时，搜救人员才找到因。也毋过互毒蛇夹着的这个查甫人已经无命。直升机的希罗佩拉算叫，飞来到这个山内到底，斟酌甲看。几下的救援人员围咧2层的边啊，准备要甲人吊起来，因为就伫个这个林道，既然有爬山客去互毒蛇夹着，煞不幸来无命。一生2层对树林豆豆啊吊起来，要来甲死者的大体甲运落山。这个代志就发生伫个台东。伫咧初10的早起7点外，有2个爬山客烧酒要去海水乡的引平拿道爬山，其中有一个人煞伫咧迄天的暗时的6点外，去互山毒臂来夹着，互毒蛇夹着了后，赶紧申请救援。不过当地山路真歹行，阁真暗影。虽然讲救援人员随着来出发，不过一直到11日透早6点外才到现场。这个时阵去互这个山毒臂夹着的爬山客，嘛已经不幸身亡啊。我们下去的时候，大概斜坡地大50度，然后下去的时候有树林树洞，然后下去算是蛮危险的地形，被那个百步蛇对咬到，应该是脚趾头部分。搜救人员表示讲，真正是无法度，当地地势实在伤过坎坷，也阁有大树爬条咧，甚至这个救援人员都爱甲这个树枝甲锯开，才有法度甲大体甲吊起来。这个规个事件，心内上艰苦的是伊做伙去爬山的朋友，因为伊安怎想也想袂到讲，2个人做伙来爬山，却因为一尾毒蛇，互好朋友不幸来迷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救人的场面，因为无注意到停电通知，爸仔囝含车做伙调入咧停车场的升降平台。家己这老爸早起时，赶紧要载查某囝去读册，伊袂记得讲台电有公告会停电，拄啊好甲车驶去咧停车场的升降平台，车要乘起的时，拄啊好停电，爸仔囝2个人拢调入内底，去当时进无步退无路，消防人员接到报案，3步做2步，赶紧来救人。出得来吗？过来，消防人员徛伫咧机械室的停车场顶的升降梯的铁门吊伫中央，为下骹看，哎哟，乃有一台银色的轿车，顶的搁坐一对爸仔囝，无法度出来。查某囡仔一步一步爬起来，爸爸甲消防员合作，真无简单，才爬出来。刷落换爸爸嘛爬起来，一直驶倒车。来，叔叔抱你来，叔叔抱你。好，来，没事的啊。代志发生伫家己10号早起透早，爸爸带8岁查某囝赶要出门上课，想袂到驶车煞掉伫咧升降梯内底，赶紧找人来斗相共。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看卖啊公告才知影，原来是停电啦。那邻居是说，因为这对父女她因为去取车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因为停电，所以她的机械停车场所以卡住了，卡在半空中。
台电网站的公告写甲真清楚，8月7日早起8点半到11点半，为着地下管线工程暂时停电。不过，迄当阵这个爸爸未记有这个公告，赛车出门才会掉伫电梯内底。好佳在2个人救出来了后，拢敢若惊到无受伤。消防人员嘛呼吁，对停电的公告拢有打出来，请民众一定要看好斟酌，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插播详细的消息，要来关心基隆市仁义路公车循环站，2只公车敢若因为无离较远呢，后壁公车要驶入站的时去弄到头前的公车，引起车内一个64岁妇人头壳弄一空。详细情形，连线国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公车才刚离站没多久，却突然一个急刹，车上乘客重心不稳，就像保龄球一样，全部往后倒，撞成一团。有人重心不稳跌坐在地，一名64岁的妇人呢，因为没有办法承受撞击的力道，整个人往后跌，头部撞上公车玻璃门，出现了撕裂伤，紧急送医治疗。换车道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的对啊，换车道结果他可能前面有遇撞，他紧急刹车，前面那辆紧急刹车，我来不及了。根据了解，2辆公车在行经基隆市仁二路公车循环站时，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才会发生意外。事故现场更可以看到，不仅前方公车的车尾被撞猫，后方公车的车头灯、照后镜也全都撞碎了，挡风玻璃也出现蜘蛛网状裂痕，就连阶梯、柏油路上都有明显的血迹，可以想见当时撞击力道不小。警方到场后发现2名驾驶酒测值皆为0，至于造成追撞的详细情形，警方仍在仔细调查当中。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好，多谢道仪。另外，这架车祸就无遮尔好运，赛车人为了要闪到，家己弄到路边的电火条，结果坐伫咧驾驶座边的人煞不幸无命。详细情形，连线给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路口监视器的画面中，一台白色轿车从远处开了过来，笔直的道路上呢是空无人车，不过轿车驾驶却突然往旁边的灯杆撞了上去。拉近一点来看，整台轿车的车头被撞烂，力道之大，连后轮都还一度飞离地面哦，就这样卡在路边。而这起事故呢造成的巨大撞击，也让轿车的副驾驶脾脏破裂，而车上另外2名大人跟2名孩童则是受到轻伤。救护车获报后也赶到现场，把副驾驶座的女性来送医救治。不过不幸的是呢，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先带来听一段消防人员的稍早访问。其中关送了救护车的患者在车上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呼吸心跳，紧急给予 ADCPR 送院最后仍不治那非常遗憾。好了，根据了解，不幸身亡的呢是林姓驾驶的姑姑，而这起死亡车祸就发生在11号下午2点多，花莲193县道94.2公里处，车上的5个人都是花莲吉安乡的居民，他们当时呢正准备要回家，而林姓驾驶事后也指称会自撞灯杆是为了要闪避一只狗。警方事后也表示，驾驶是并没有酒驾的，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后续厘清。以上就民掌握到的详细资讯。好，多谢慧珊。另外，这个抗议的场面要来关心高雄办公大楼君鸿饭店7月休困疙瘩，头家新罗争议疙瘩也讲袂好势。今日在举行饭店董事长张庆辉带律师，也有上百个员工伫地方抗议，抗议司法无公平。详细情形，连线给记者陈奕成来传来了解。奕成。好，观众可以看到，目前在记者后方呢有100多位的民众，而他们呢全是这个高雄君鸿饭店的这个员工以及眷属。今天呢，他们在这个董事长张庆辉带领之下呢，是来到了高雄地院，要来进行抗议。让我们看看现场情况。那么其实呢，今年7月的时候呢，这个君鸿酒店呢传出遭到法拍歇业，因此呢是有600多名员工呢是因此呢是得遭到资遣，并且呢也因此呢是没有工作。但是呢，今天这个君鸿董座呢张庆辉呢是带领100多位员工以及眷属呢要来到地院抗议，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君鸿呢是遭到法拍的时候呢，当中疑似是有司法不公的情况，也是因此呢他们今天要来这边来控告这个高雄地院这个
行政执行官认为呢，它的当中疑似是有黑箱作业，而且呢，君鸿酒店的董事长也认为呢，在这法拍当中呢，第一拍、第二拍都已经流标，但为什么第三拍就会呢由这个与蔡英文非常友好的海豹集团来以这个高于底价才1万元的价格就能标到君鸿饭店？也因此呢，这诸多的揣测呢，是让这个董座张庆辉呢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也因此呢，今天他是带领了100多名的员工以及眷属呢，要来这边，不只是向地院这个行政执行人控告呢，同时呢，也要透过媒体来向大家控诉他们所遭遇到的司法不公的黑箱作业。那么，省长情况，主播。多谢疫情政治消息，就要赶紧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伊讲刷来会含请这个幕僚来协调时间地点，团讲有可能含郭台铭也有王金平来见面。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办公室嘛回应讲，若是对国家有帮助的代志，因拢会当来讨论。另外，王金平早起时嘛安排行程来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淑强来查来了解。淑强。这直播台北市政府又推出敬老卡的最新视觉影像，而柯文哲也亲自出席活动，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好，不过柯文哲在前一天是直接表态，认为自己还有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3人应该坐下来谈。没想到郭台铭阵营是直接给出善意回应，认为可以跟各方来试试看沟通。而柯文哲在早上呢也亲自亲上火线说明，来听下稍早柯文哲的说法。就干脆有关的人大家坐下来直接交换意见，忧心归忧心嘛，烦恼完以后总是要想想看说下一步要怎么办。合作吗？可以谈谈看的。国民党或民进党一直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在算说怎么做，然后怎么操作这个总统大选的获胜率会比较高。问题是你们赢了对台湾有好处吗？这才是问题。老实讲，如果以选举的策略考量柯文哲选胜率最高。柯 P 前一天在南部爆料，他说公股银行都必须来为选举经费来募款，也被指指呢是替总统蔡英文。而柯文哲今天亲上火线，再轰民进党阵营是玻璃心。没有啦，不要老是玻璃心一大堆。事实上选举的时候那个有没有那种选举募款经费，大家要，其实他们就是听错。我说那贪钱的贪是分摊的贪，然后他听到贪污的贪，那大家玻璃心实在是，哇，选举到了，你知道吗？主要的这种大的庄脚要去负责那个募款的扣打，这本来行之有年，又不是现在才有。好的，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搁再来关心气象局预测讲，为昨昏起，小连续3天尾仔民众拢有可能伫咧台北市忠孝东西路看到这个景致，这互人讲是现日。这届若是看无到，就要等到明年4月底5月初才有机会。因为这几天天气袂歹，就有一寡人先来占位。气象局嘛提醒大家，讲黄昏的景致，也毋过有时阵日头光也是真炎，应该就要挂深色乌仁的目镜来保护目睭，较袂插目。另外，就算日期嘛风台已经慢慢离开台湾，也毋过咱嘛听到气象专家提醒大家，讲这礼拜有可能有1、2个风台会搁再形成。感觉色个日头看落山，日头搁拄好伫2排大楼的中央，实在真水。互人讲是台北曼哈顿现日的美景。为礼拜开始，小连续3天，超尾暗6点的时阵，伫台北市的忠孝东西路拢会当看到。前几年有来过一次，没有拍到，所以这次来补考。我是早上就来了，觉得它很壮观，就旁边有这个大楼的这个衬托。今日占袂到位，就算外口真热，也受民众透早就来忠孝西路的天桥顶的占位，因为若是这回无看到，想要伫台北欣赏到现日，上紧就要等到明年的4月底5月初才会当搁看到。适合观察全日的情形呢，是在今天比较偏属于北部地区，主要就是天空晴朗。那再来就是没有什么下雨。敢有法度看到现日，嘛要看天公表有要到3天无？离起码风台才拄离开台湾，即马气象专家彭启明讲，后礼拜未有风台，不过规个环境会互风台发展变甲较顺利。为欧洲模式来看，后礼拜有可能会有1、2个风台架起来。季风低压的里面呢，其实陆续都是会有一些云簇生成，也是适合台风生长的环境。不管风台有要来无，一直到9月，太平洋嘅压带拢真适合风台的发展。民众千万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天气热噗噗，市面就塞一寡会当互人感觉较超前的产品，像讲即款安全帽的珠啊，讲会当互人的头壳皮较袂感觉烧滚滚。汉医嘛特别解说讲，因为一款汉药草有排湿气的效果，安尼头壳皮就会当感觉较舒适。另外，还有业者做世代冷气，讲天冷水就会当降温。天气真热，袂少人出外摕出这个消热的小物件。即马就连冷气嘛有高水版的，伫内沿甲斗这个水冷版的设计，安尼唔免冷媒，甲天水就会当制造冷气。虽然讲降温的效果无一般的冷气遐好，不过介绍加真俗，要炸嘛真方便。若是甲行到外口，日头实在有够炎，会使讲是通勤族的噩梦。遮有另外一项消热的小品，这时阵就会当甲派上用场。甲看这款型的亮珠啊！会当甲放入去安全帽内底，大细阁拄啊好。伫个内底标本讲有加这个草药的成分，通互头来散热，正做最近上行的消暑的这个小品。啊是讲伊散热的原理到底是安怎嘞？在这个头皮上面呢，它就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啊，吸收我们的这种湿气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浊气。中医师解说讲，亲像薄荷、土茯苓、咸唔食的，伫咧外用的时会当排除体内的湿气，达到气热的效果。像这款会当消热的墨珠啊。民众嘛当家己动手来做哦，可以用一些清热的药材，把它包在我们的这个纱布里面，就有点当成2-3层的这个手帕，但是这个手帕要吸汗的。这几天的高温实在让人记载袂牢，除了会当利用这个消热的小物品来降温，专家嘛提醒讲，要是尽量秘伫个厝内较好，才袂伤热来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查台规台湾来行透透，来看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新历7月起，头一届有咁要绝种的山鸟麻要和大家见面，因为山鸟麻数量较少，暗时才会出来，活动时足罕啲会当看到因，大家拢赶紧想要来看卖。动物园工作人员嘛按算讲入手了后，会安排2只山鸟麻来拍种生团，进一步抚育这一款真罕得看的野生动物。丛内目睭闭甲真大蕊，四界咧鸟鸟上，伊的模样真古锥。伊就是这只号做小鱼的山鸟麻。今年的7月，头一摆出现伫个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台湾动物区。那小鱼的话，原先它是一个健康的个体，但是因为它曾经跟人类比较亲近，所以说比较不适合在做野放，生性比较敏感，所以说远远看到人，它可能大概都会躲起来，或是采取一个逃跑的一个方式。山鸟麻警戒心真强，普通时啊，觅伫个树坑也是石头坑内底咧休困。伊的体型比一般厝的鸟仔较大只，伊的特点是伫个额头顶悬有2撮白线，花纹嘛甲厝的鸟仔无共。这款属于夜行性动物的山鸟麻，是国内现存的唯一本土鸟科动物，因为数量已经真少啊，互人列做咧要绝种的这个保育类动物。未来动物园办配要甲这个小鱼，甲另外一只山鸟麻小母，甲配做一对。我们目前只是让它隔着网子去看啦。那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们相处还算普通啦。看他们的一个状态，如果稳定的话，我们会预计在秋天以后让他们做配对。假使讲这2只山鸟麻若当配对成功，互相看会上目，安尼对山鸟麻的生团就较有帮助。不过这只是一小步，上重要要是爱守护山鸟麻伫大自然的家园，提升伊的族群数量，安尼才会当互更较侪的人有机会来认捌正古锥的山鸟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台南，看到台南这间文创业者撒飞天出流浪的设备，甲900年的仁德汤铺搁再改过，互民众那亲像是宫崎骏、漫画、魔女琪琪坐几天扫帚，为了站老远的所在出落来，沿路会当经过真有历史的这个汤蜜馆，享受伫咧半空中的感觉。1、2、3，走喽！甲安全钮甲绑个好势，顺势从甲取落去，双脚换一一支飞天扫帚甲乌鸟，就敢若亲像宫崎骏漫画内底小魔女琪琪同款，要来体验极限的乐痛。也若较刺激的，就是爱对20公尺悬，也就是6楼半悬度安尼甲取落去，沿途会经过旧汤厂的设备，其实这是文创业者改造200年的仁德汤厂，杀出这个飞天扫帚刺激的骨色。大家人取落来时间会因为体重的无同，量机约是差不多10秒左右。有的人是安尼行甲唔敢取落来，
不过有的人说讲真正是过瘾，很好玩，超级好玩，完全不会恐怖。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设施好像很太刺激了，不敢尝试。可是我觉得这设施是适合，不管你是勇于挑战的人，还是你是有点胆小的人，都非常的适合。100年的汤厂来改造，民众体验刺激的骨髓，来做飞天金龟鹅，来争做园区的新出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食算盘要带大家关心国营事业，互人讲是铁饭碗，因为工课真稳定，福利又够好，大概拢会招真侪人要来考。都有博士学历的民众嘛来试功夫，像讲中华邮政公司，今年拢总24个博士来报名考试，拢总20个拢考袂调，竞争会当讲真激烈。都有官员讲到国营事业今年的课会加袂减，拢总超过3000个课，也毋过同款无好考。毕业季节单要过，人力银行公布最新6月的这个失业率，20至24岁少年人失业率提升到12%，这嘛是今年1月到6月以来头摆来打破12%的门槛。估计讲8个少年人内底都有一个失业，专家讲这甲这个景气无关系，主要是这个学历已经较无价值。学历愈悬的少年人，因就愈无想要屈家。不过嘛有真侪这个博士生要来抢这个公家头路的铁饭碗。会吧，这样已经算真的蛮高啦。对，就是从大家那边听来都是2万起，是算高啦。可是就是工作内容，对比较无聊。统计今年的中华邮政考生内底都有24个是博士生，不过已经有20个互汰掉，敢若录取4个，会当看到这个竞争是足热闹的。即马过来看国营事业的招考状况，中油、台电、台水、台糖拢总联合招考1000人，起薪是36000；中华邮政招考1750人，起薪甚至来到45000。其他单位的外聘人员嘛有30000至39000不等。公家头路今年的职课会较加袂较减，估计有超过3000个职课。若想要抢这个铁饭碗，专家分析讲，就要有含高学历的人做竞争的心理准备。长远来看呢，薪资的一个保障确实还是比这个私人企业来得好。国营这边都有一些这个退休潮的一个情况下，确实也会陆续有一些这个名额的这个释出。公家头路即马拄好拄到退休潮，人力的需求豆豆咧增加，高学历的人想要来抢这个铁饭碗，亲像台电头一个博士新人。伊的月级就超过6万，伊感觉真满意。民众想要来考公家机关，虽然讲职课变较济，不过竞争也是真热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大代志来看到，信用卡公司要收起来欠的钱拢免还，天下下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加拿大有一间美国大通银行决定要伫咧加拿大市场收起来，袂阁做，全部客户欠的钱拢刷去，其中欠上介济客户欠差不多咱台票147000块拢免还，网友讲袂输是钓菜馆同款。Declined. Can you try again? Really declined. How are you gonna pay this debt? 信用卡的债务是真侪少年人上可怕的噩梦，但是若是有一天所有的债务拢亲像变魔术同款无去，会是啥物感觉？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加拿大。I don't believe that. So I actually checked several different sources beside the customer service rep I spoke with, and sure enough, they forgave the debt. I was amazed. 美国大通银行就伫咧进前宣布要退出加拿大的信用卡市场，不过就伫咧退出进前，先寄一份大礼予每一个客户，白纸黑字写着免现卡销，感恩再会，互客户是感觉真惊喜。有的人直接免纳大约台票147000块的销单。Ultimately, we felt it was a better decision for all parties, particularly our customers, to forgive the debt. 这一摆受到好康的人，包括大通银行推出的亚马逊卡、甲万豪卡2种信用卡的使用者，但是银行唔愿讲到底有偌济人、偌少金额受到影响。As a debt relief for any kind of personal finance strategy, it's probably up there with winning the lottery or discovering an inheritance from a rich billionaire uncle you didn't know you had. 其实大通银行会使甲借款卖予第三方，也就是讨销的公司，但是因选择一笔勾销，颠倒来创造话题，甲真歹计算的公关利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甲中国大陆科学家研发一款机器的夹纸，重量无到0.1公克，会当载60公斤的物件，就算大人甲伊搭嘛搭袂歹，正是亲像夹纸同款，命真论。研究人员希望后邦会当用伫咧救灾现场，伫咧现场找着掉伫咧现场的人。
当咧刷顶档的金属片，用卡一个甲站，体重机啊显示这个站的力有59公斤半。不过想袂到，讲这个卡一个甲放开，这个金属片竟然还佫会当继续刷顶档。这是美国加州大学匹克莱分校甲北京的清华大学这个科学家做伙研究出来的机器加纸，唔通看伊安尼干那小小的一片啊尔，所以安怎出力甲打嘛打袂歹。安尼充分表现出这个加纸拍袂死的特性。It weighs less than 1/10 of a gram, yet can survive 132 pounds of force stomping down on it. That's about 1,000,000 times its own body weight before skittering away again. 这个机器加纸是自偏二氟乙烯，也就是 PVDF 制成的。这款材料若是甲试电，甲机头一直哪碰哪缩，用调的方式一直误去扣成去。而且伊刷顶档的速度嘛，互人真惊奇。伫个1秒钟内，会当缩去头前的距离，差不多是家己身长的20倍。连要爬这个15度的斜坡嘛是无问题。另外，这个机器加纸，伊还佫会当按家己体重6倍的土豆，按甲载咧行。不过，这个机器加纸目前都要透过食电带叮当。科学家过来激头壳，想讲要安怎甲斗电池啊？来互这个机器加纸靠较流利。If an earthquake happens, it's very hard for the big machines or the big dogs to find life underneath debris. So that's why we need a small-sized robot that is agile and robust. 这个改良以后的机器加纸会当甲用伫个救灾的现场，伫个第一时间会当扔入去这个破碎的石壁内底，来成做救人救灾的加纸。记者综合报道。关警察部建主席上新的画面，警告创我好势。我甲警告讲记起来，马上去哪用？伊嘛有甲议员反映过，我讲我一定做好。我没有什么本事，我这每天面对我们第一线的作战伙伴们，恳求他们告诉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永远要懂得，他们是代表第一线的伙伴。我碰到市民。我要问问市民，我能够帮他们做什么？我来家8个月，我没有听到中央说，我给你做什么，我帮你做什么，何有你下说我帮你解决？只有我，拜托，拜托，再拜托。这就是我面对1032个里长的态度，嘛是我面对议员的态度。咱安尼斗阵行，所以总统记得对选民的承诺，那是一种做事的态度；记得解决问题要直接面对，那是一种勇气。我马上立定不要让6人啊，有时候他们要求了很多项，我说 no 就是 no， 我说 yes 我们就做。我要分期做的讲清楚，没有一个里长会埋怨我。咱来讲我清楚，做人爱做就讲我清楚。所以我要面对做事的勇气。更重要，那是我们的荣誉。这新北市的光荣感，那是咱的荣誉，那是个人嘛是团队的荣誉。咱来斗阵拼。咱做一个守长的态度，就是要用这个精神来做。今日，我搁直接甲总统拜托，总统，新北市的人口是全台湾超过1/6，恁花医生全6都上加，煞咧面积台北市的8倍大。我敢若一个三峡大河的龙路2000公里，就超过台北市的路啦。我毋捌挨过。我是希望讲中央加问一挂，需要中央甲我做，主动来甲我讲，咱要做啥，咱大家合力做，这才是我中央跟地方合作的一个态度。今天再很冒昧讲一句话，昨天没有陪总统拜庙，很抱歉，总统后摆你来拼选举的时阵，歹势。我绝对无陪你，但是你来拼建设的时阵，我绝对陪你。大家讲好无？大家讲好无？这就是安尼嘛。咱来做代志，我一定陪。除了我有啥物特别原因，迄天我拄好安怎？
我会甲你解说，我一定背。咱台湾作势，我出来选举，干一个目标尔，团结台湾，为新北市做代志，不分政党，不分蓝绿，好好做，这是侯友宜的承诺，这是我面对做事的勇气，这是要捍卫我一辈子对基层警察做到这么荣誉，所以我得用我的信心甲你行。今日看到总统，我较高的一点嘛，你莫误会，你莫误会，我相信总统能理解。总统，我们一起拼新北市的建设，好吗？我还有很多案子在部长那边，在业里那边，我的五轨轻轨、五股泰山轻轨，我的巴黎轻轨，我的深坑轻轨，现在可行性研究还有待审查，拜托。更重要的，台北市邓副市长，你看我一下吧。我们的西民线，我们现在在中规，在2次环评，拜托，赶快给我核定。台北市如果要办，我自己先做，1次核定，分期兴做。该给我实际的交通的困苦，该给我实际人的痛苦。我们记得在这边给士林土城希望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解决。咱来用这个心情来看咱一个新北市，来看咱一个台湾。今天再度的拜托总统，拜托部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台湾会更好，尤其让我们新北市所有的伙伴都更好。谢谢总统。好，咱即马听到就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伊下早和总统蔡英文做伙视察这温树南万代线的进度。伊嘛特别讲到过去啊，若是需要中央来到三公的时，伊讲中央拢无甲伊小听，嘛互侯友宜感觉有淡薄怨叹。谢谢侯市长。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关心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初选过了后，就一直真美手。另外，大家嘛真关心讲伊最近到底有啥物款的动作？伊这2天先去见前总统陈水扁，另外各项独派的这个人士来见面，详细情形连线给记者林新杰来查来了解。新杰。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在民进党的初选过后，蔡赖之间的整合一直就是支持者们非常关注的议题。不过赖清德自从初选过后呢，就一直低调神隐。但是还在昨天呢，分别见了前总统陈水扁跟喜乐岛的党主席罗仁贵，是不是在暗中串联这个独派势力？众所瞩目的蔡赖会到底能不能成型？党中央也很关心。赶快来听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的最新说法。我想当然，我们不能代替任何人发言，这个是应该要先续名的啦。但是我想以赖前院长在民进党初选过程中，他坚持着君子的风度，到民进党初选结束之后，立即致电给蔡总统，也表达全力支持，包含在最近，其实刚刚大家忽略了，其实对不起那包含这个我刚才讲赖前院长在选举结束之后，他跟日议科致电，所以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个赖院长对于参与和协助民进党在未来半年这么台湾关键性的选战中，他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好了，听到罗文嘉虽然没有针对蔡赖会做明确的回应但他还是向外界喊话，希望各界呢要对赖清德更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跟民进党会站在一起。而民进党今天其实也在这个国际青年日这天呢，公布他们新的党公职人士，分别是青年部主任、副主任，还有客家部的新主任，希望可以透过这股年轻世代的加入呢，来为民进党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想想最新，先把时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
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我们的公司也不能只有一个艺人，就用停资价值直播海选，那光熙跟班长就麻烦你。曼丽今天回娘家，曼丽欢迎你。我们好久没有大家这样坐下来吃饭了。拜天命你啦，上天开给你苦养啦。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大家小解，这里就是早，早就是今仔日前一天的意思，像咱讲早昏、早暗、早暝。另外一个音读做早，像咱讲早日，有人认为讲早日这个音可能是为早暮日来的，早暮日，啊那念紧就变做早日，这个意思就是早昏前一天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早昏，也就是今仔日的前一天，啊那第二个词早日就变做是早昏的前一天。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即卖人较罕伫写批，想讲写一张批寄互家己，心色新色。顶礼拜寄出去，早日无收到，早昏嘛也未到位。今仔日总算收到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早提供互大家参考。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带大家来到新闻的现场。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还是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我们的公司也不能只有一个艺人，就用停资价值直播海选，那光熙。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吃饱日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民间日咧传讲，牙周病和水气的细菌无共款，会互相对抗，所以治疗牙周病人较袂皱起。也毋过气候医师讲，这是三咧乌白线，就算袂直接影响，也毋过牙周病会引起到起早揪起，颠倒较会引起到喙齿筋皱起的问题。怎么有血？喙齿噜噜的，目睭一个看煞老花啊。若是不闪时起汗会浮肿阁老化，这就要细字，因为这是牙周病的报头。有人谣反讲，治疗牙周病，就敢亲像去摕到免皱起的金牌，其实这是树啊错规山，大错啊！虽然说造成牙周病的细菌跟蛀牙的细菌是不同的，但是并没有说你得牙周病就不会蛀牙。齿科的医生跳出来讲，世间无这落代。牙周病甲皱起是会相排，虽然讲引起牙周病的细菌是亚阳菌，若造成皱起的细菌是好阳菌。这两种细菌虽然无同，不过因袂互相攻击，颠倒是斗打架真好势，甚至讲有牙周病，佫会增加皱起的留摆。就是如果一旦得了牙周病之后，可能牙龈萎缩，那本来牙肉是要保护牙根的部位都裸露出来了，其实更应该注重口腔卫生的习惯，降低蛀牙的发生。人讲喙齿痛、痛五脏，不过这个牙周病是成年人落喙齿的起治，甚至有可能来提悬心血管病症甲这个失智症。若想要维持喙齿的健康，有撇步，除了会当用背式的洗喙齿方法。也佫会当用齿线这的辅助工具来清洁，甚至会当使用牙菌斑的显示剂来看有洗清气无。这个清气喙齿的撇步，都爱甲用好来，就是希望会当永远甲这个喙齿的问题 say goodbye。记者综合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
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我们的公司也不能只有一个艺人，就用停资价值直播海选，那光兴跟班长就麻烦你。曼丽今天回娘家，曼丽欢迎你。我们好久没有大家这样坐下来吃饭了。拜天命的囡仔，上天开给你考验吧。你干嘛一直看着镜子的我？师傅，你该不会是喜欢上王少飞了吧？我喜欢他。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先用水枪射水透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好，不会用，完了，好，可以了。有了，招观众朋友。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
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我们的公司也不能只有一个艺人，就用停滞价值直播海选，那光兴跟班长就麻烦你。曼丽今天回娘家，曼丽欢迎你。我们好久没有大家这样坐下来吃饭了。拜天命的囡仔，上天开给你考验吧。你干嘛一直看着镜子的我？师傅，你该不会是喜欢上王少飞了吧？我喜欢他。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先用水枪射水透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今天这个花不会用，完了，好，可以了。有了，各位观众朋友。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 W 主题查某赛车比赛上尾一站是伫咧英国昆特郡上场，在地选手差点危曲，摕到分站第4名，落尾总积分也是摕到年度总冠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